我们见过。五竹叔，你找我哥？我找你。找我？对。现在所有人都在那个大房间里听范闲讲话，时机正好。没锁吗？之前有，已经开了。这怎么用？缺少一根主键，把它们拼合起来才是全貌。主键拼合起来，怎么感觉像是火铳？五竹叔，火铳不行的，既费事又瞄不准，比不上弓箭，伤不了大宗师。可以。世上还有这种火铳？不一样，小姐带出来的。哪儿带出来的？神庙。你找把火铳，练练瞄准。你手稳，使好苗子。保护范闲是个秘密。你要我保护我哥，去抵挡一个大宗师？不是抵挡，是杀了他。杀一个大宗师，也或许是杀我。他们两个准备站多久啊？你要敢打扰他们，小心我给你下毒。哎，你说，武大人今日会出现吗？哎呀，他出现不出现，切什么磋呀？你不是他对手。胜负不重要，你也是练武之人，怎会不懂？我不是练武之人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他的老师。那你把他当徒弟，还是当儿子？看来今日武大人是等不到，我先回京都，你多加小心。如果武处真的是凶手，天下没有人能活命。徒弟还是儿子，不都一样吗？看见什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辛苦了。这是什么呀？没什么。我都看见了，你买了把火铳。对呀。是有人欺负你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我自己有兴趣。哦，那就好。你用的时候注意安全啊。嗯。我思哲呢？他最近恍恍惚惚的。啊，他来了。哎，哥，姐，
来了，该走了。是该走了，都在等你了。不是姐，我那意思，我该去北齐了。去北齐啊？我跟哥都商量好了，娘也同意了。想好这个通商的主理人该做什么了吗？我想来着，而且越来越清晰了。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你说的话，什么国家信用、货币基础啊，我感觉这之间啊必须得有一个铺子调节平衡。那这个铺子如果开在庆国呀，估计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它必须开在北齐，北齐现在是大战刚败，百业待兴，正是好机会。我能抓住这个机会，这个铺子前所未有，我这是开万世之先河。往小了说啊，咱就挣点钱；要是往大了说，整个北齐的国运都在弟弟手心里攥着呢。名字想好了吗？想了，哎，你们俩也帮我参谋参谋。你看啊，那个卖米的叫米行，卖布的那叫布行。咱这个跟钱有关系，叫钱行是有些太直白，太粗俗了。钱它不就是银子吗？所以就叫饭行。那你提银子干什么？我是这么想的，咱都开万世之先河了，咱老范家咱得名垂青史，青史留名。名字可以再斟酌。那饭行不好，那要不叫闲行、弱行、折行？哎呀，算了，哎，回头我路上慢慢想吧。哎呦，哥，你知道，我现在特别激动，我好像就这辈子终于知道为什么而活了。这就叫做人生目标。对，我找着人生的目标了。大人，是禁卫。这就是赌我来的。黑旗候命，随时可以冲阵。哎，别，这可是禁卫，天子之师。不用担心，黑旗才是天下第一强军，绝不会输。我担心的是这个嘛。老王的意思啊，冲禁卫可是重罪。院长交代，苍山一行受提司调遣，黑旗只遵军令。哎，来人了啊！这位不也是熟人吗？小范大人，好久不见。公统领值守大内，今儿怎么出城了？陛下有旨，出宫办差。那我祝公统领一路顺风。怎么着？要不我们给你让一下？陛下旨意，还请小范大人同行。我才刚下苍山就找回来了，消息这么灵通。在下只懂听旨，其他的真不明白。那怎么说？公统领带个路，我们后面跟着。不必劳师动众，只需小范大人一人作引。说是旨意，有圣旨吗？这么小？陛下口谕，该省要省。咱们这陛下呀，还真是勤俭节约。小范大人，请。
小范大人，这边是皇室历年赏花之地。建于山崖，悬空而立，这便是传说中的悬空庙。这是庆国最早的一座，据说，是信奉神庙的苦修士一砖一瓦铸建而成。虽说天下的庙都是为了供奉传说中的神庙，可只有真正的神庙，才是与众不同。这众生之力也很了不起。小范大人还是更看重人。当然，不然叫什么人间啊？过几日便是赏菊大会，咱们的差事就是把这些运到上面去。那我在这儿有什么用啊？陛下说了，这几盆你要亲自搬上去。这几盆有什么特别吗？在下不知，都是领旨行事。有件事儿，朕恐怕要变卦了。陛下，我这婚礼与此事无关啊。朕这几天想来想去，觉得内裤的事儿，你还是别接了。陛下是觉得臣补不上这2000万的亏空？2000多万两，这可不是小数字啊！庆余堂你接吗？那怎么可能补得上呢？北齐一战，户部的银子都掏空了，现在天下到处是灾，内库的银子可不是为了补户部的亏空，它还有赈灾安民的作用。所以朕还是觉得这个坑别跳了。范闲呀，放手吧，这不是儿戏，这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国事，而且也是陛下的旨意。对，是朕的旨意。那就更不能放了。让臣接手内库也是陛下的旨意，陛下的旨意就是真理，岂能说改就改？否则如何取信于臣，又如何取信于民啊？所以，内库的亏空我来补，天下的灾情我来赈，陛下的旨意一个字也不能改。你敢抗旨？臣已接过旨。万一天下的灾民，臣提头来见。这倒严重了，但是你会降为一介布衣。不，下你的大狱。那臣谢陛下洪恩。那臣就领旨告退了。来，你要不再想想？
来的底气呀？也许来自于苍山，苍山，也许叶青梅给他留下了很多的金银。这娘俩倒是有点邪的，随他去吧。金统领，又见面了啊！副统领，大人是熟人啊。还真是熟人。院长军令，黑旗护送提司前往苍山。平统领，驸马，周仪啊，您收来了。出发！内库亏空还没有头绪呢，你还有心情游山玩水？越是这样，越是要出来游山玩水啊。苍山有银子？苍山没有银子，但是我可以想办法让银子来苍山。怎么个来法？咱们让黑旗给包围了。哥是监察院提司，应该的。是保护咱的是吧？哎呦，姐，这自打范闲一出现，你看你现在你怎么变得这么奇怪呀？你原来是京都第一才女，你是那个写诗看书的，你这干嘛呢？小刀拉蛤蟆，这叫青蛙。那不一样吗？小刀拉青蛙，你懂什么？这叫解剖。姐，咱非得在车上剖吗？车上练，手才稳。那你这练好了有什么用啊？哥教的，说学医都要练这个。你学的兽医？不会说也数。不过，姐，你说这哥也真是的，他跟嫂子出来，这叫什么度蜜月呀？那带咱俩干啥呀？想知道啊？想知道，自己去问呀。你不会说也别说。金统领，停一下！管司者，管司者，过来一趟。你说，哎。行了，走吧。去。嫂子，怎么愁眉苦脸的？我这次从北齐回来，那是悄悄回来的。他这么一嚷嚷，这不全天下都知道了，我都暴露了。你从北齐回来瞒谁能瞒得过监察院啊？这都自己人，别瞎操心了。他现在都一手遮天了。别闹，跟你聊正事呢。您说吧。知道这会儿为什么让你上车来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你嫂子担心我呀。我先下去啊。哎，你嫂子老在那儿操心内库亏空的事儿，我得让她安心吧？怎么让她安心呢？就得找你帮忙。别拿我说事儿。你确实是担心啊。成亲那会儿，你不是老想着筹办拍卖会吗？啊，如今呢，
你大显身手的时候来了，都错过那时机了。当时是为了拍卖那个婚宴名额，你都成完亲了，怎么拍卖啊？到了苍山庄园，你负责安排场地、布置流程。好，在苍山咱们再成一回亲，那不成讹钱了吗？你听他瞎扯，大婚就一次。这是京都所有商铺东家的名册，基本全在这上面。你安排人把他们请来苍山。人家凭啥呀？对呀，凭什么呀？我也没弄明白，我们凭什么去啊？苍山一聚，共赏山景。说的好听，其实什么意思？大家心里都清楚吧？哼，内库亏空，京都谁不知道啊？新官上任3把火，这火可烧到咱们头上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咱们凭什么去苍山？在下今日偶遇风寒，不宜远行。人家是诗仙，是重臣，这身份下请柬，谁敢不去啊？啊！说句实在话，在座的加起来，能凑出这2000多万两银子吗？我可没有钱啊，我也不行。穷归穷啊，这小范大人刚大婚，这份贺礼总是要补上的吧？哎，对，人可以去，礼金也可以准备，但准备多少就看命了。没错，只带礼金，其他没有。诸位，我已经找过督察院了。督察院那些青天啊，听闻此事那是愤怒不已啊！青天们说了，若小范大人敢恃强凌弱，他们一定血溅圣上，必除国贼。大家心里都有个底啊，安心去苍山。兄台，还是你想的周到啊！督察院的那些青天，真的愤怒了？怒不可遏，血贯瞳仁呐！这叫什么？各位，这叫喜从天降。是啊，范闲他真是昏了头了。他如今召集京都商贾，就是为了逼他们散尽家财，然后替自己补内库的窟窿。这范闲竟然如此狠毒！对，这也并不是什么坏事。这范闲口口声声说查贪官，结果呢，他自己贪赃枉法。没错，当金别拿。各位，等苍山有了消息，咱们就一起参他。对，参他，一定要参他。咱们必须要齐心协力，替大庆除了这个奸臣。对，除了这个除奸臣，除奸臣。各位，那么这库债又是何物呢？咱们顾名思义，库是内库的库，债是欠债的债。这所谓库债，便是内库欠债。怎么样？说了半天又绕回来了。回来。各位都知道，我名下办了个淡泊书局，这几日费了些力，把第一批库债给印出来了。这每一份债券都代表着内库的一份欠债，数额和期限各不相同，而这数额和期限的不同呢，又对应着相应细则的不同。当然了，这些个细则我就不在台上赘述了，等下会书写成文分发各位。咱们就挑最重点说，拥有了它，就相当于你拥有了一份内库的欠债。什么是拥有欠债啊？就拿这张来说吧，这张是5000两，相当于你花了5000两，买得了内库的债主之位。表面上你是替内库还了5000两的亏空，实际上将来内库盈利之时会连本带利全部还给你。不仅如此，这债券可以交易，可以流通，甚至必要之时可以根据规则提前兑换。这谁不明白呢？这还是逼我们拿钱补亏空吗？没错，2000万两的欠债都在这儿了。竞价出售，价高者得。
怎么个竞价呀？意思就是你出了5000两，人家出6000两，这债权就归了人家。够狠的，不止2000了吧？那每个人最少买多少？自愿购买，先到先得，售完为止。还自愿，傻子才买。就是。各位可能还要问了，那我花钱买了债券，补上了内库的债务，那我能得到什么呢？要想回答这个，就得回答最初的那个问题。在座各位都是经商多年，手段高超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：什么是财富？这个就是财富。哦，财富就是银子？自然金银都算。不对，金银只是衡量财富的手段，而非财富自身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刚才手上举着那块银子，大概1两？差不多。能换多少米啊？2担左右吧。上下多少有一些浮动，每天米价还得去米行看呐。也就是说，今日在我庆国，1两银子大约能换2担精米，这便是衡量的标准。小范大人，这说的不都是废话吗？我前些日子去了趟北齐，大家应该都听说过。大人威震北齐，自然是少年英雄啊，是吧？在北齐那边，1两银子只能换1担精米。你看，同样是1两银子，在北齐和在我庆国，价值就不同。北齐与我大庆交战，大败亏输，米价自然会涨啊。没错，兵荒马乱、天灾人祸都会影响物价的浮动。各位不妨想想，若是你们身在北齐，所谓的身家财富又剩几何呀？可是我大庆正值盛世，并无此忧啊。答对了。要不是你带我来这儿，我还不知道别院有这么个地方。我之前在这里住，所以很熟悉。你这次来怎么不找我哥？你怕死吗？当然怕。若为范闲呢？我哥怎么了？要你保护他。我哥有危险。或许有人要杀他。那没事的，我哥身手可厉害了。再说他有护卫。都没用，不够强。人可不少。再多也是一样。这么强，到底是谁要杀他？我大庆国运昌隆，长久治安，正是维系金银价值的基石啊。所以啊，财富并不仅仅是指金银本身，更是与国运、国力息息相关。大家觉得我大庆国运如何呀？那自然是国运昌隆，军民臣贤。那就对了。这国运国力本就是维系财富乃至将来不断增长的重要底蕴。由此可见，我内库前景一片光明。各位，不妨放眼未来，若你们持有库债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长远投资，稳赚不赔。还有这么好的事儿？那个，好啊！那个小范大人说的好啊！你听明白了吧？我明白。小范大人一番话，如雷贯耳，醍醐灌顶啊！对。哎，各位，这小范大人是什么人啊？这可是国之重臣呐，既在监察院，又掌管内库，啊，人家都开口了。你们大家都听不懂吗？哎，小范大人，您那个什么库债，我出200两，就当给您大婚的贺礼了。哎呀，我小范大人为了内库亏空尽心竭力，做了这么多，
200两银子你也说得出口？大人，我买500两，现在就买。那我们大家都买。那我就300两。群情激昂啊！小范大人，那什么欠不欠债的，我们这样都不用还，是吧？我买5000两。什么？5000两？都怎么想的呀？你们是不是没太听懂啊？我懂了。国运系于大人一身，支持大人，责无旁贷。大人，您是没懂我呀。我捐5000两。看来是真没懂啊。换人，下半场。等一下，你让我理理。按你方才所说，你是说你在江南失忆，杀人无数？差不多。那有没有可能，杀人的不是你？有可能。那就没事了。如若真有这么一个人，他的战力也该与我相近。冒昧问一下，你是什么战力？能打大宗师。你要我保护我哥，去抵挡一个大宗师？不是抵挡，是杀了他。杀一个大宗师，也或许是杀我。兀竹说，我没练过武。我知道。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抵挡大宗师？人改变世界，靠什么？勇气、智慧、美貌。还有工具。这是留给我哥的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是我拿出来的。偷的？如果我连自己都不再相信，我需要找一个人替我保护范闲。这里面的东西能伤害大宗师？来，喝。只换他了，这是诸位，饭菜都还可口啊。有什么不爱吃的，您跟我说，我让他们稍微给各位颠排一样。这谁呀？好像是犯死者。他不是犯错了，不在京都吗？找死吧你！哦，不认识。行，放这儿就行，下去吧。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我本人呢，也是一个非常痴迷于经商的小晚辈。听说今天这边啊，商贾云集，来了很多大前辈。本来呢是想和前辈们交流一下经验，但是真没想到啊，我哥，我国著名的小范大人，刚刚这一席话呀，真是醍醐灌顶。可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，说的实在太好了。也不知道小范大人这个脑袋，他这是怎么长的，里头装的是什么？怎么能想出这么多的点子？他这么一番话呀，他讲财富啊，可能不仅仅是金钱这么简单，而是国力，是国运，乃至于延展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这句话讲得太好了，真是让人受益匪浅。我觉得呀，大家还是应该多多的思考思考，研究研究，没准儿就能发现一片崭新的天地。我等已然是振聋发聩，已经非常感动了啊！还可以再震一点，再感动一点。刚才小范大人向大家提了一个问题，那我一个晚辈也斗胆向各位问一个问题。你请说。那我就问了，这内裤到底是何人的产业呀？自然是皇家的产业。皇家的产业，那内裤的钱是谁的钱？那便是皇家的钱。
那内库的债务，那自然也是皇家的债务。说得太好了。那您各位想一想啊，如果您各位把这库债买到手，是不是就相当于为皇家分忧了呀？咱往好听了说，谁买了库债，谁就是为圣上分忧。稍微说句大不敬的话，别出去传去啊。那您各位买了库债，那不就是皇上的债主子了吗？是不是？还可别说是我说的啊。所以您各位好好想一想吧，买了库债，出去再做生意，别人会怎么想啊？同样的买卖，他是找您还是找那个没有买库债的人啊？所以这库债就是给各位的底气。要这么说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阁下所言极是，库债一事是小范大人奇思妙想，所谓人存证据，小范大人这般风采，谁不敬仰啊？啊？您说人存证据？人存证据，人亡政息。各位是怕，如果我倒了，我说过的话就不算数了。还请小范大人解惑。别问我，问他，后半场全看他的。好，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小范大人回答的也好。人存证据啊，人亡政息，什么意思呀？人要是没了，那你说这债找谁去呀？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小范大人万一哪天要是倒了台，那各位扔进去的钱，那自当也是打了水漂了。这句说的对。各位不要着急，你们请看。想必大家伙也知道，是吧？前段时间小范大人大婚，当今圣上御笔手书了4个大字送到了府上。我就问一句，京都这么多家名门，哪一位在成亲的时候，皇上亲自手书送了1块匾？有吗？没有，小范大人独一份，独一份。我再问问，这4个大字怎么念呀？百年好合。什么叫百年呀？100年，少1年99年都不能算是百年。这4个字就是当今圣上和小范大人之间立下的契约，是皇上对范家的信任，也是诸位在日后能够更上一层楼的机会。大家好好想一想吧，过了这村儿，可就没有这店了。等到下一次能和皇室攀上关系，可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。来人呐，把匾请回府上。多谢诸位。诸位，该说的、想说的，我们俩都说完了。天儿也不早了，想赶回京都，怕是有些晚。各位要是不嫌弃，就在苍山暂住一晚，明天再回城。关于库债的事儿，我说话算话，售完为止，全凭自愿。这里边有东西。小姐当年苍山住过。我娘藏的，本来该毁了，就像这箱子。这是我娘亲自毁的，为什么？遵循法则，超越时代的物品不能留存。谁的法则？神庙的？应该是。应该？忘了。既然这样，干嘛不全毁了？他又为什么留下这3个？超越时代的物品，
不能留给这重启的世界。历史进程不该被影响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是个错误。错误？你既是这世界的人，同时又源自过去。你是错误，是故障，是未知变量，也是逻辑漏洞。这是小姐原话。所以我那些记忆，难道是来自神庙？不知道，我只是复述。小姐留给你的是一线生机，修好它，你拥有扭转命运的3次机会。怎么修？去江南，去3大坊。这3大坊就是内库的根基。这谁不知道？内部前生根基就是3大坊。往年那些新奇货物都是从江南出来的。我问你们，3大坊如今在谁手里啊？当然是江南的名家呀。名家向来以长公主马首是瞻，他们真能把3大坊交出去？名家即便是富甲江南，也不能抗旨吧？抗旨是肯定不会。教什么？怎么教？这都是讲究。你我都是做买卖的，这还不明白吗？这么来说，范闲接管内库，前景不明啊。没错，咱们可千万不能让他给骗了。这万一买了什么库债，他将来拿什么还呢？所言极是，绝对不买。那咱们睡一觉就走。谁买谁是王八。对，谁买谁王八。王八，来，这都是超越时代的产物。3大坊里到底有什么？连这都能修？要你亲自去看才能知道。江南总是要去的，我娘的产业，我得替她拿回来。当初为什么不把这2个放一起啊？直接装这箱子里不行吗？小姐把这留给你，却又不想你真的修好它。为什么？当神庙改变命运，未来亦将留下烙印。这句是真没听懂。当神庙之物使用太多，未来岁月，你终将去往神庙。这有点过于违心了。我等你到江南，到那时，你才有面对大宗师的底气。用这个对付大宗师，太欺负人了吧？未必。什么意思？有这个也未必斗得过大宗师？没错。大宗师也是人，这超越时代的武器怎么躲？我像正常人吗？成大宗师者，已不被人间常理束缚。那不成了妖怪？差不多。宫内传出消息，陛下要范闲回京都共赴赏菊大会。负债的事，陛下没提。
哎呦，你听说了吗？赏菊大会的事？赏菊大会无关正事，邓范闲应该也是看中他的文采。对，没错。诗词歌赋、雕虫小技而已嘛，他终归担不起内库的大任呐。对，您这是？我得去个茅房。我呀，早上起来得遛个弯儿。哎，请便，回见。哦，对，这。哎，你不是去散步了吗？这是你们家茅房啊？我也佩服你，散步怎么散到这儿来了？小范大人，刚才说好的5万两一定给我留着啊！我现在就回去取钱啊，今日就能返回来。哎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你昨天怎么说的？这王八这个？哎，这王八他买到库债了，告辞。行了，擦手。哥，我怎么感觉这数不对呀？有人可能没带够银票，回家取了吧？我粗略的算了算，都不止2000多万两。数量有限，又有溢价，这都能卖完，多亏了你。内库债权都分出去了，怎么还不高兴？说到底，他们选择买库债，还是因为陛下要我赏花。陛下荣恩，前景无量，选择债务共担，这样一来，可以说以后你便是他们的靠山。是，也算是一种投资嘛。只是，他们没有人能真正明白库债究竟意味着什么。国运与货币相连，这说明代表所谓财富的含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过往的限制。哥，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你说的话。你说这庆国和财富之间，是不是不光是国运这么简单啊？好像还有别的联系。啊，这些商贾们因为陛下器重你，所以选择相信库债，相信内库的前景。所以，其实他们看重的不光是你，看重的是皇上，看重的是皇室的信用，是庆国的信用。没错，金银数量终究有限，而庆国的信用才是货币的基础。对，不光是庆国，北齐的信用也代表了北齐的财富，所以国家的信用就是财富。国家信用是财富。是货币的基础，那这之间缺什么呢？货币、信用。咱们出去，让他在这儿仔细想一想。货币、财富、信用、财富。货币、信用，思哲这是怎么了？看到了新的世界。这小子在商贾之术上还真是个天才。
你俩都是。不一样，我有另外的记忆，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作弊。如果我俩交换，最起码在商贾之术上，我没他这悟性。这一点上，他比我强。那是好事啊。婉儿，对不起啊。怎么了？苍山恐怕待不了多久。那是当然，陛下还等你回去赏菊大会呢。我准备了那么久，最后成事，还是他一句话。天子嘛，自古以来都是天下中心。等赏花大会结束，咱们一起去江南吧。我也去。当年我娘在江南创立了3大坊，时至今日，仍是内库的根基。这些都是她留在世上的痕迹。我想，我应该和你一起看。那国家信用连结着货币，那平衡这两者得需要一个铺子呀。但我从来没见过这种铺子。那这种铺子该叫什么呢？